来看高雄的寿山哦，是台湾高山仔的生炭地。有民众昨伫228纪念碑的附近，看到有人在饲高山仔。动保团体甲主管机关是一再呼吁讲，唔通乌白饲这个高山仔哦，这是违法的行为，会防处罚。民众派一个黑色的袋仔，台湾高大灯伫边仔等食的。高雄河县市伫寿山228纪念碑附近，看到民众伫饲狗，非常的无认同。动保团体提醒，人的食物会伤害狗的健康，增加狗抢食的风险。从包包里面掏出食物给野生动物，这个动作会导致呢，大部分的野生动物以后看到其他的人类，并不是要喂食它，但是也有这个开包包的动作，他们就会对这个动作产生兴趣。狗伫路边食法果，是坐来到寿山。透早，记者就伫咧动物园门口拄到一个登记饲狗的民众，伊讲唔甘狗咬巴肚。为猴子罚3000，这是不公道的。猴子就是因为它的地方缩小了，没有吃的东西了，他们才会抢。饲的人有家己的看法，虽然台湾高山仔已经唔是保育类动物，但伫寿山乌白饲狗以饲的地点，也是会使照国家公园法，也是高雄市野生动物保育自治条例罚款。园区里面喂猴子的话，罚则是3000块的这个罚款。那第一次就罚3000块哈，那连续处罚的话也是3000块。饲狗会造成环境垃圾，嘛会影响狗的行为甲健康。因为民众看到的地点属高市府管，农业局表示，去年有开发4件饲狗的行为，市府嘛有设检举乱饲的奖励办法，嘛呼吁饲的人唔通搁饲，以免违法。记者陈环宇、柯建准高雄报道。